人類使用斬首作為刑罰已經有幾千年嘅歷史，雖然斬首望落去係非常血腥，但係比起吊死或者燒死，手起刀落切斷頸部似乎唔需要受到咁多痛苦。為咗快速同人道咁執行死刑，法國人甚至發明咗斷頭台。使用呢個刑具理論上嚟講，喺刀刃經過頸部嘅一刻，只會感受到短暫嘅痛楚，甚至唔會意識到頭部墜地嘅衝擊，你嘅世界就會陷入一片黑暗。但係斬首係咪真係可以一瞬間令人失去意識呢？科學家就有唔同嘅講法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 Professor Papa。雖然斬首喺1977年之後已經全面廢除，但係根據科學家之前做過嘅實驗，離開頸部嘅人頭的確可以喺一段時間內作出反應，包括不斷眨眼、轉動眼珠同埋張開嘴唇。但係咁樣並冇辦法證實呢啲反應係出於自我意識定係神經反射動作，因為連屍體甚至係俾人切落嚟嘅手腳都有可能自己喐動。不過一位法國醫生用死刑犯做實驗，解開咗呢個謎團。佢觀察犯人被斬首嘅反應，發現頭同頸分離之後，先係眼睛同嘴唇會不規則抽搐5至6秒，之後頭部嘅反應就會停止。但係離奇嘅係呢個時候，醫生大嗌犯人嘅名，佢嘅眼睛竟然慢慢張開而冇任何抽搐，就好似普通人俾人叫醒咁樣。佢兩個仲對望咗一段時間，醫生從犯人嘅眼神中睇得出佢絕對唔係死人，而係真係對佢嘅說話有反應。過咗幾秒之後，犯人又合翻埋對眼，呢個時候醫生再次大嗌犯人嘅名，佢居然又一次張開雙眼。醫生形容佢今次嘅眼神係更加有穿透力。之後犯人就冇合翻埋對眼，顯示佢已經失去咗對眼皮肌肉嘅控制。醫生第3次叫佢個名，佢都冇再俾到任何反應，而整個有意識嘅過程大約係30秒左右。腦科學家亦都證實，只要頭部嘅血液有充足嘅氧氣，人類就可以保持意識。血液喺冇心臟嘅支持下要流出，只有靠地心吸力，需要至少10秒嘅時間，即係話呢段時間內你有可能感受到劇烈嘅痛楚，跟住你嘅痛覺會慢慢減退，然後大腦嘅運動皮質都會停止運作，令你完全失去方向感，最後失去功能嘅係你嘅記憶，所以你會喺一片黑暗之中見到人生最後嘅走馬燈。但係當然以上都係科學家嘅推測，因為經歷斬首嘅人都冇辦法講出自己嘅感受。我哋其實仲有一樣嘢係可以肯定噶，就係斬首之後係100% 會死。嚟緊我係會整更多嘅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或者上 Facebook 俾個 like 啦。